台單身女士嘅爭奪對象，咁佢自己咧就用多呢啲喂啊，芝芝。形容咧，佢同 friend 之間6年嘅緋聞嘅。咁其實外間一直都覺得佢兩位外形上咗相襯，不過始終都佢有兩個時間。喂啊！喂點樣㗎？英國近日遭受寒流侵襲，不過喂啊！就無懼惡劣天氣，喂係要入場睇 show。點解？事關佢好耐冇喺現場演唱啦。爸爸要爸爸呀！係啊，爸爸㗎。喂啊！爸爸要爸爸。呢個寫住。喂。迷你 show 目的就係想救一救呢一個有近70年歷史，但係面臨結業嘅場地。應該自己玩啊！媽媽，一對新人似大刀，不停狂錫狂笑又狂喊，我哋直擊佢哋嘅豪華婚宴盛況。黃金寶來緊天氣單車運動業，有人為入對不惜賠上時間金錢一陣。